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20，诗篇102篇，一直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互我求救的声透到你的面前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求救的声透到你面前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圣洁公义的真神上帝。主啊，你是慈爱怜悯的疼痛天父。主啊，你是万有的根源，你是真理的源头，你是良善的根基。主啊，阮卑微阁有罪的人，要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承认阮的有为甲未堪得。求主赦免阮的过犯，互阮通藉着耶稣基督来得到赦罪的恩典。主啊，阮常常伫软弱中来跋倒，也伫困境中来绝望，总是主啊，求你阿耳空听阮，求你听阮的祈祷，互阮求救的声透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是听祈祷的主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